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7月2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5篇第10节到18节，列王记下卷第3章第4节到20节，哥罗西书第3章12节到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新造的人。牧师一再强调，灵性的再造比礼拜堂硬体的建筑是更为重要的。基督信仰强调的就是灵性生命的建造，因此基督徒若不从灵性的再造开始追求的时候，即便是有再好的礼拜堂硬体建筑，再好的设备，再贵的器材，也都是突然的事情。特别是当我们正在经历礼拜堂建筑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建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有许多的部门需要搭配，需要配合。如果没有从灵性生命重新被建造的时候，就很容易会出问题。亚哈王以及他的儿子约兰，他在生命上并没有改变，没有追求上帝的真道，因此就遇到了困境，就是摩押王的叛变。列王记下卷第3章第4节到20节记载了这一段的事件，但在先知以利沙的斥责引导之下，约哈兰以及其他的2个王，那个约沙法王还有以东王，更因为约沙法王的关系，得到了先知的预言，上帝的赐福。圣经记载这一段的过程，当摩押王他曾经饲养过很多的羊，他曾经每年向以色列王进贡10万只的小羊和10万只的绵羊。但是以色列王亚哈死后，米沙就背叛了以色列，约荷兰王就立刻离开撒玛利亚，召集他所有的军队，派人去对犹大王约沙法王说：摩押王背叛了我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讨伐他？约沙法王回复说：我愿意去，我跟你不分彼此，我的部下就是你的部下，我的战马就是你的战马，我们该从哪条路上去攻打呢？约荷兰王说：我们要走远路，从以东的旷野进军。于是约荷兰王和犹大王和以东王就一同出发了。他们绕道走了7天，水用完了，军队和牲畜都没有水喝。约荷兰王喊叫完了，上主招聚我们3王，原是要把我们交在摩押王手里。约沙法王问：这里有没有可替我们求问上主的先知？约沙法王的一个臣仆回答说：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，他以前是以利亚的助手。约沙法王说：那他必定有上主的话。于是3个王一道去见以利沙。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：我何必帮助你？去问你父亲和母亲的先知们吧。约荷兰王说：请不要这样说话，是上主把我们3王交在摩押王的手里。以利沙说：我指的我所侍奉的永生上主万军的统帅发誓，要不是尊重你的盟友犹大王约沙法，我就不理你，不回答你。
现在去给我找一个琴师来。琴师弹竖琴的时候，上主的大能降在以利沙身上。以利沙就说：上主这样说，你们要在这一条溪谷里到处挖沟。虽然你们看不见雨，也看不见风，但溪谷要满水。你们和你们的牛羊牲畜将会有足够的水喝。以利沙继续说：这事对上主来说是小事，他要使你们胜过摩押人，你们将要攻下他们一切坚固的堡垒和繁华的城邑，砍倒所有的果树，堵塞所有的水源，并且用石头毁坏一切肥沃的田地。第二天早晨，在通常献早祭的时候，果然有水从以东流来，遍地满了水。就这样子因为他们的转变，因为约沙法王的关系，上帝就赐下了保守以及救恩。基督徒被拣选，是上帝之名，是上帝所疼爱的，因此能够得到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的慈爱。人们必须要谦卑温柔的服侍，因为受拣选的人，受呼召的人，无论是选民以色列，是先知，是祭司，是士师或是基督徒，都必须重新被建造，是这样的一个新的人，有新的生命价值，有新的属灵的生命，有心而平安，愿意彼此互助的心来彼此相对，能够活出新生命的见证。歌罗西书第3章12节到17节，经文这样说道：上帝爱你们，拣选了你们做他的子民，所以你们要有怜悯、慈爱、谦逊、温柔和忍耐的心。有纠纷的时候要互相宽容，以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来饶恕别人。要在这一切的事上，要加上爱心，因为爱能够联系一切德行的关键。基督所赐的平安要在你们心里面做主，为了使你们有这和平，上帝选召你们归于一体。所以你们要感谢，你们要让基督的信息丰丰富富的常住在你们心里，要用各样的智慧互相教导规劝，用诗篇、圣诗、灵歌从心底发出感谢的声音来颂赞上帝。无论做什么事、说什么，你们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上帝。这是新创造生命的一个形式。我们必须要事事为了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做，并且心存感恩的感谢上帝的恩膏，是我们得着圣灵恩膏，活出新创造的生命。诗篇145篇第10节到18节。上主啊，你所造的一切都要颂赞你，你的子民都要感谢你，他们要宣讲你主权的荣耀，要述说你的大能。他们要使世人都知道你大能的作为，知道你国度的荣耀和尊严。你的主权永远长存，你要永永远远作王。上主的应许信实可靠，他所做一切尽都美善。他辅助遭患难的人，他扶起被欺压的人。一切生物都仰望你，你按时把食物供给他们，你丰丰富富的供给他们，满足他们一切的需求。上主的作为都是公义，他所做的都是怜悯。上主亲近所有求告他的人，
他接近诚恳求告他的人。慈爱着主恩典丰盛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有福分能够成为你的忠心仆人。求主你帮助我们谦卑，追求和平，彼此扶助，仰望上帝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